马老師，你覺得香港的這方面的玄學的發展跟大陸的有什麼不同呢？中國嘅玄學裏面嚟講咧，其實因為係傳統落嚟已經係幾千年啦，無論喺中國又好，香港嘅特區又好，其實都有共通點嘅。共通點即係話咧，我哋仍然都覺得咧，我哋幾千年中國嘅文化承傳咗落嘅學問，好似正話我講，包括呢個譬如話奇門遁甲啊，呢個梅花易數啊、紫微斗數啊、四柱命理學啊，甚至嗰啲係所謂係八宅風水啊、元空飛星風水等等，呢啲係春秋戰國已經傳落啦。呢啲八宅風水、元空飛星風水，幾千年嘅文化，奇門遁甲已經係幾千年傳咗落嚟。我哋個香港嘅特區又好，中國嘅整個大陸又好，甚至中國台灣啊、中國澳門等等，所有喺中國人嘅地區裏邊嚟講咧，我哋都係覺得呢啲文化係值得尊重，係幾千年咧裏邊咧嘅著作啊、古人嘅著作等等咧，係應該從裏邊嚟講咧，係一路咁樣深入去研究古人嘅講嘅學問，然之後去蕪存菁。因為古書裏面係好嘅書，有啲係差嘅書，咁我哋唔好要，好嘅我哋保留，去蕪存菁，咁啊令到我哋嘅學問裏面嚟講咧，不斷咁就係進步。大家其實應該就算而家利用 AI 都好，點解要利用 AI 咧？就因為 AI 嘅時候咧，就可以將一啲最好嘅嘢，咁就係一路保存落去，甚至透過更加大嘅功能、大嘅數據，令到我呢啲精準度會提高。咁所以咧係無論中國國內、香港特區。咁我哋玄學師裏邊嚟講咧，其實好多時都係憑住一個信念，就話係我哋中國古代嘅傳落嚟嘅，我哋老祖傳落嚟嘅，一定係好好嘅。